花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深爱我深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伴过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，风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收回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阮今年也到这岁。阿妹啊，母啊你啦，你放心啦，我甲考卷几部吼，已经无咧生气啊。你是要去倒啦？我有代志要甲你讲。我要来找家长约会啦。莫讲这个话咧，甲我激啦。约你哪会啊？当你毋是讲我毋免考虑，就用叫家长啊？我哪有安尼讲啦？我是讲你嫁予家长的代志免考虑啦，因为你要嫁的人吼是我。好听咧。那呢，妈妈叫你带我，你哪袂答？啊，伫咧家长的因爸面头前，我要哪会使答应啦？伊对我有恩呢，啊，若无伊，就无今仔日的我。所以讲，我是不忍心伤害老大人啦。真是咧。我证状。我相信你就是啊。讲啊咧，啊，你在创啥？啊，无要紧无要紧，看恁打 kiss 吼，比电视上播还阁精彩。哦，害我差一点就要昏去啊！你哪会偷看啦？是你要互我看的呢。啊对啦，我是要来找迄个老酋长啊，去试探水果后是不是正经的神经有问题。吼，我的面去互伊亲两个，样样就要烂去，实在是做唔完的啦。啊，是要哪饲？我当然有猫家啊，我都无要相信，水果真正是着刺激，伊神经才有问题。啊，无安尼我对你来去好。等下，安尼代志都还未解决呢。家长对我高高甜，啊，因爸佫叫我嫁予伊，是要安怎？简单啦，简单。你敢有啥物办法？当然啦。你意思是讲，你愿叫家长，莫佫约我，莫爱我？阿妹啊，哪有可能啊？你看迄落班，哪有可能有啥物好办法叫家长的莫叫你？无可能啊！你唔通看了无点哦，我是看太济啊啦。我捌看过一段一剧情哦，若用伫咧家长的身上，保证伊不但唔敢讲拍阿妹，而且哦，伊会惊到你想要找伊拢找无。真是嘞，那啥物好办法？你紧讲啊！哦，办法是，我袂讲，拄只阿弟讲我戆，讲我头壳控骨你。讲完大诶，莫安尼啦！我来讲你空句，你讲你戆，才巧着点，紧讲啦！安尼佫差不多啦。好，来，办法是安尼。这个是好办法呢。袂歹呢。所以讲你唔通看了无点啦。阿妹啊，你打电话叫家长，我甲阿弟啊去找迄个老酋长。好。讲完，我甲水果的代志吼，你敢有办法好解决？
哪会差遐多啦？拄则就叫我讲完大个，即马就叫我讲完。好啦，讲完大个，我甲水伙的代志，敢有啥物办法通好解决？拜托你吼，有无？有啦有啦，安尼佫差不多啦。迄是第二步啦，我会替你解决啦。啊，即马先来球场，行。就想要叫你来教我行行咧。空气好，风景阁水啊。对，风景足水的。你看这啦，我诗情。借问一下吼，这个又阁是啥物人啊？我的未婚夫啦。哦，啊？你的未婚夫？可怜哦，阮订婚无偌久吼，就叫烧酒仔车弄死啊呢。迄个是翁，这个是未婚夫。死两个啊！吉讲啊，咱阁来迄边的蒙拜。哦，哈？这个可是啥物人啊？伊应该唔是你较早的男朋友啦吼。唔是啦。啊！伊吼是我另外一个未婚夫啦。迄当阵啊吼，阮才订婚才半工尔呢，我迄就无完无讲吼，拄迄25人吼，吓到伊落的啊，嘴高高，人吼拢认袂出来啊。连续克死3个查甫。迄边吼还阁一个咧。迄个吼是阮刚才咧讲结婚的日子尔呢，都叫火车吼弄死啊！加讲啊，咱订婚，订婚，已经结死4个啊！我若咪订婚，我唔就要第5个。啊！你是有啥物心事啊？无啦，无啥物啦。阿妈，你有啥物代志吼？
你甲我讲啦，你千万唔通想袂开呢。无安尼啦，看你住咧搭吼，我送你来转啦。我不爱转去。你免管我，你免管我啦！阿妈，就是伊啊！老的啊，你哪会这么早就做你行？放我甲你这人，每日过这款艰苦的日子，是要叫我安怎啦？老的啊！你哪有良心？阿母啊，母啊！阿母啊！咱来无看人啊！母啊哦！咱顶边捌伫湖边遐见过面，你还记得无？拄则迄个感染后生啊！阿姨拄仔咧找你，你若无爱见，我甲伊同齐转去啊？我死也无要甲因转去，是安怎啊？这是我的家内事，我情感就甲你讲起啊，你免管我。阿妈，阿姆，你有啥物代志吼？你甲我讲无要紧啦，我无你卡吼，会当甲你斗相共解决啊。解决？刘伊就讲我死。阿妈，是，阿姆，你千万唔通想袂开呢。无安尼啦，你先来去阮兜，有话吼，再搁慢慢仔讲啦。阿兄，我看吼，你著手脚会真实的啊。啊，毋是我的毋对啊，这对嘛？迄是手机啊，伊家己哦，妖怪假说你，爱食佫唔敢硬，恁唔知会分开。你若是去甲会实的哦，大部人的面子拢互你写了了。都是的，这是民主问题啊。什么民主问题？若是讲民主吼，伊就袂等于将阿妹吼嫁加讲的啦。佮再讲，恁若互相拢来依赖着，就算讲你救伊，嘛无啥物啊。笑客个，叫我借万来去救伊哦。就是安尼嘛。迄老查某无行情啊啦，救啥？你莫叫我压落底。加讲甲阿妹的代志，哪会当解决上好？啊，若无吼，我明仔载就要转来台北。若要找哦，叫伊来找我。对，有欺骗查某算啥？无夺好一笔记呢，会反倒转来救你。哎呦，侥幸哦，过来啊啦，过来啦！查某囝啊，你紧起你啦，紧起你啦！慢啦，我吼要去找我心肝安定。阿爹，你是走去倒位？人做想你的呢？我又讲叫伊真着啦！我会衰死，不是，我会衰三代啊！阿爹，咱出来去佚佗啦！别使，讲完啦，紧甲带入去房间，甲锁起来，莫互落来遮咧下气下情啊！姊妹，你安啦，我今日吼特别带这位酋长来甲水花治疗的。买啦！酋长，你根本我头。老先生，你放心啦，他交给我绝对没有问题的啦。我帮你带去资料，相信我的啦。走了，我们上去房间啦。来了，不要怕了，相信我啦。拜托。好了。你讲啊，咱对来看。阿爹，关系，当然，关系你甲阮母爱代志吼，我
小等者甲你讲，好，我先来拍水花啊。无，无，教唔过用啊！几讲诶？啊你是？加讲诶，你是叫我去约会，啊是安怎？我会叫惊死，是不是？我会叫惊到错着啦。讲惊啊，正经错药啦，啊无你是去看到鬼笑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苦。爱你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阿爸，几讲诶？啊你是？加讲诶，你是叫我去约会，啊是安怎？我会叫惊死，是不是？我会叫惊到错着啦。讲惊啊，正经错药啦，啊无你是去看到鬼笑啦。是。加讲诶，你去倒死个鬼？那连我算下来吼，5个。 5个，等你也无死啊！等你咧讲什么笑话你咧？哦，爸，差不多啊啦。迄个暗暝吼，克死3个未婚夫，搁一个暗暝。我拄则吼陪暗暝去文化部散步啦，啊不是，去文化部祭墓吼，才知影吼克死4个查甫的呢。七伯啊，迄暗暝命中结婚，你哪无量早讲啦？哎，那有啥啦？因翁娶起来吼，结婚你也唔着随死啊！啊，所以伊也无讲啊，无要紧啦，你若甲伊结婚咯。我爸还没结婚啊，无吼，我嘛会叫克死啦。哎呦，确实我当负责啦。哎，你要负责啥？我是看你吼，是毋是真正会去互克死？啊，你是咧惊啥？你若真正互克死，我再替你收尸就好啊。真正上啊！啊你讲什么笑话啊哈？ 我是讲加讲啊，这了不要紧尔呢。啊，若叫唔克死，啊，我要安怎？啊，毋过吼，阿妹啊吼，已经答应要考虑叫加讲的。啊，你若反悔哦，伊会伤心哦。我迄命较要紧啦，管他伊伤心唔伤心的。这边啊，去咧，想办法咯，找一个物件死的甲抓到啊。我找阿弟啊！我，你找阿弟要创啥？找伊想办法啦，甚至讲哦。 阿妹结婚啊！我话你讲我两个脚微微喘呢，你给我插下嘴下听好无啦？唔免啦，阿弟啊，你水伙房间的啦。拄啊讲完啦吼，带阿弟啊，甲迄个老酋长要去医个水伙啊精神病啦。哎，我进来找阿弟啊！无啦，咱是咧急啥？互先去换起来。哦。爹，来啦，来陪我。 生亲亲啦！哎，水花啊，我甲你讲过啊，老酋长吼上介意你啦。老酋长吼，伊会陪你啦，伊会照顾你。哈。照顾我。对啦，伊会陪你困啦。哎，水花姑娘的啦，来，我亲亲啦。竟然叫这个老酋长亲到，阿豆，这个水花姑娘很可怜的啦，你们放心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。你们出去了，我要睡觉了啦。啊，水花啦，我们睡觉了哈。睡。讲完了啊，人要睡觉啦，咱紧来走啊。无啦，阿弟啊，我不爱啦。 我要看老酋长跟猪要挂成语。水花姑娘不要怕的啦，你做我的老婆，我会照顾你的啦。来啦，睡觉啦。好啊，恁竟然想要气我，虎怕虎啊！我同你看一下我的厉害啊！走好，咱来亲亲，玩亲亲啦！
阮上吊啦！这还真救我啊！救我对不对？你啊，啥啦？对啊，我打电话找你，什么代志？为着咱两个十几年友情和道义吼，我决定要甲阿妹放弃，互你去甲带去甲爱。无啦，这边哪会使哩啦？我为着要去高丽区田吼，我就要带水花啊啦。啊，佮讲起来吼，为着我安尼精神失常吼，我后面哪会使甲放散啊，拜托，你精神失常是我叫伊假的啦。啊，目的吼，就要叫你来因兜住来甲照顾，较免互你和阿妹两个人相依爱。哎，莫会甲我骗啦！你看迄落型，哪有可能是假啦？对。爹，人我就爱你呢。我就爱你呢，莫假啊！我来讲，伊的代志哦，放心，水花我来甲带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甲毋敢记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。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。